后来镜头刷登来台湾，有一位女学生坐高雄坐运的马房车，卡网袂记哩关。这个卡网内底有笔记型的电脑，有皮包啊，有证件。列车长捡到卡网，无照定数来通报，竟然是直接甲摕去弹掉。女学生报警告侵占，高雄坐运嘛已经甲司机免责。 民众坐车雄雄公公，有当时物件就会绕高去，就有学生的物件竟然被列车长摕走。当时女学生坐上捷运末班车，结果不小心把包包遗留在车厢上，就直接离开。4月28日半暝，女学生落车时袂记哩摕卡绑，通知月台保全处理。4月29日，请高捷搁再斗3天嘛报警察。5月7日，高捷公司启动内部调查，问列车长，列车长坦白，当时把卡绑摕去站挂弹掉。丢掉是比较不应该啦，我觉得还是先拿到失物招领比较 OK， 是不用惩处啦，因为就可能宣导一下，内部一定会有一定的流程。 他没有照这个方位，他没有照这个方式走，就是本身就有问题啊。敢若是外籍女学生的老师铺文，卡绑内底电脑、钱包竟然拢互当作粪扫弹掉。警方高捷调查，内底阁有翕相机、证件等等。列车长所无照 SOP 来做通报，家己提走。高捷伫初5做出处分。依照我们相关的规定的话，还是会予以免职的处分。没有找到这一些东西，所以呢，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之下。 就依当事者所述的这个物品的内容跟价值来予以赔偿。照 SOP， 列车长捡到物件应该直接提予站务人员，也是提起扣款式，予管理者处理。高捷113年拢总捡到3万多项物件，协助旅客找到万多项。目前被害学生提告侵占，警方会通知列车长到案说明，查清规个案件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